你们的妈咪真的很伟大，可是孩子不容易哦，真的是不容易。那就不容易，好练一点，去哪里？这么烦哦！来，我们要传啊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呢传下去。一拿一拿呜呜一，慢慢我们就一边唱一边传，这样变啊。一拿一拿呜呜，小心有水。一拿一拿呜呜一，一拿一拿呜呜一，慢一点。一拿一拿呜呜一，好。一拿一拿呜呜一，一拿一拿慢点呜呜一，慢点就是好像。我们的妈咪伟大的像什么？像我很想把这个锤。好，妈妈有没有很伟大？没有。好，马上带出去斩啦！好，那我们在这里呢，一起跟妈咪说：伊娜，我爱你。来，1、2、3。伊娜，我爱你。甘愿一点好不好？不甘愿，等一下要怎么样？要带出去宰了。好，那我们用主语说：妈妈，我爱你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对，这个是中文。妈妈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我爱你。唇心只有在表皮呢，他们只有表皮。你们的爱妈妈的心要再怎么样？我爱你。要冲出来，对，要从心肺里面把它掏出来说，妈妈，我真的爱你。好，每个人要讲哈，我们用母语说哦，我们用我们的主语说哈。给老师讲话。伊娜，马乌拉，嘎咕，比苏安难。比苏安难，啊。只有姐姐在讲。不想。好，每个人讲一次哦。伊娜，马乌拉要这样，要有动作。哎，比苏安难。伊娜，来，赶快坐好，来，坐好伊娜，坐好。马乌拉，要来这样。有的人真的很害怕到不敢说哦，你不说那就更惨了哦。等一下就要砸了。伊娜，马乌拉，嘎咕，迪苏瓦纳，好，每个人有动作，迪苏瓦纳。好，每个人过来抱一下妈咪，好，然后要想说什么？要说伊娜，好，我们一边唱哦，你们轮流抱啊，你太棒了。伊娜，你有没有抱错？你他是姐姐成年，他是姐姐，放手。伊娜，呜呜，好，可以轮了，你们可以放开我了。你们不用黏的热情啊。好，意思做到了。好，你们回去做好，去做好了。好，我们开始上。